我沒有你。來又到都蘭山啊，來到此啊地，張見咯難啊，在中。集步足咁同呢個高尚，啲會眼心乜嘅生活都人生，一條自然變色嘅賣山數，從出嚟四鋪行業到推動開闢風體，我叫從此嘅建設過程。是有上那個東西咧，你必須多用靠，你那上去哦吼，紮，無人冇嘛咁上紮。我也都是就趁山東那個港中的人啊，本來80歲在太歲人啦，上球變下球，上球變下球，變到快快。變到快快，然後前功翻工漲上去，嗰啲人又不太水，又我講哦，也冇請過配個蔬菜來，安樣蔬菜有冇帶點人哦。所以來村面除老李沙，2沙潮嶺就走到推動來，前途唔地動難，好歹都到通向退休，對家下就帶到推動。長多啲時間做乜嘅條路啊？我這個做工啊，都做香茅社啊，因為也特別講香茅油啊，先好價。我也都靠講一個香茅嘅生產啊，我都來到也，我親適合我也都會工作啊，太淡就來。特別是按照海山脈哈。喺民國差唔多40、80歲仔咪吼，嗰度過到沒有呢個片嘅鄉親過來，過來佢哋是本業嗰片是種香茅較多啊，佢來到呢個叫咩種香茅啊？因為香茅適合種喺山坡地、排水良好的地方，你喺新開發咧，故說佢嗰啲客家人來一塊到呢個山地方，反正有山溝有水嘅所在就要種頭。唔過香茅是有10年嘅好貢獻。幫為大家唔係離開，就係尊重其他作物，每個就係其中之一。民國60年後，嗰香茅嘅行情都冇咁好咧，嗬，叫做改種其他東西，可能種薑啦。多啲下嚟講，都梅啦、果作啲啲為主啦。你調下過嘅那個預防螞蟻嘅藥嘅，很冇嗬。一打藥，個螞蟻都冇啱啱做，冇咁嚟打。中國土係假咩？而家都按啲東西嗬，千塊皮養，人咪都防踢，防踢以後嘢中人咧，有啲人講中人嘅東西哦，看耐命。所以喺小毛毛中，人哋真開始種梅嘅。
这边的土地大概因为汉人是比较慢进来，但是很大量进来。好，那后期的汉人呢，大概就是种水果这一类的啊，梅子是比较不用强力照顾的，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种梅子。好，那原住民因为他们比较早嘛，所以这边的平地啊，大部分种水田都是原住民他们的土地。推动人係全台灣搶每天嘅泰山體，主要山區如染片、吹手、關山、綠柵、老東河兩條鄉鎮，其中東河鄉面積最大。我們小時候哈，大概啦，只要大概1月份開始啊，梅子開花的時候啊，大概20幾公里，大概從銅礦一直到7塊，就後寮、前寮啊、南溪。然後泰山、果子山，然後太原街上，一直到美蘭北園農場那邊啊，全部都是梅園。那個梅子的數量啊多，然後壯觀。台灣每個主人會上一本，該兩時每個家事都好，只顧見大體都入30個元變額，咪係當到家庭嘅主人經濟來源。不過數到中國每個大家競爭，10個年內家事出落，一下子掉10萬元變額。打下來免不掉哦，皮也也袂會刮到啦。啊，刮到吼，安尼我講用拿吼，無可能用拿的啦，所以用安尼用漆葉的漆啊吼。而家拖一年吼，量起來都差唔多60公斤左右啦吼。60公斤講，QQ 睇到一公斤差唔多存10萬元，像公斤大都係5萬元，吼，人家就係用板嘢就 QQ 起來都。差唔多，因此咁啊，工錢天天啦。所以講，一20年來講吼，冇人講唔係講天河經濟嘅散本嚟啦吼。昨日來vụ除了三甲種嚟40年，超過700條嘅梅樹長體，貴種其他樹種來量湊定不錯。當然是唔反對，不過情勢所逼啦。因為冇到睇，第一種年齡大啦，第二冇一個市場嘅冇好啊，個冇前途，眼看都係冇前途。13嘅梅存量3年天，還有那時邊都留電，電看都會好價喎，但是電20萬元嘅冇好價嗰度做嘅。萬山萬人困難每化，每個達到冬季嘅情況天天嘅冇睇。溫路雖然唔攀得，啥也冇奈何。早期經驗受到氣候太冷嘅影響，產量下係減少咗1半到3股2股客家，溫路很苦連天。有個北風一下來都會當到個北風嘅嗰條蔬菜啊，嗰條蔬菜啊，全面冇見梅嘅。啊，唔係個梅花越冷越好。你奇怪，冷同佢寒風啊，睇下個冇相同。打了，打一下就很多。這塊可以打一下，這個起碼後來我那一年就做了好幾萬斤，剛做這個。紅薯吼，像樣呢有6、7萬斤嘅啦，今年可能雜少嘅就係18000斤嘅樣。李清良咪係苗栗人，13歲聽你阿爸來到推動，唔過2年過後，阿爸做苗栗，李清良成了阿爸哥，叫佢留到推動。除安樣，只介紹14歲嘅後生跳歌，但人同馬地志向達標。家長來嘅時節會講冇講，安樣嘅蔬菜唔知有好落什麼樣？因冇乜感覺呢，冇乜感覺係。冇家下哦，很好上生意那樣啊，馬上嘢到事情那裡啦。我們這穿山甲保護區啊，昨天就有人來在他，那穿山甲在哪裡？他有那個他是知道，他有在研究啊，研究嘿。這個追蹤性，評科的。穿山甲都。
李清良嘅每個係用主機做嘅，所以染度生態豐富。不過佢係民國83年上到山東開墾，當大家都離開嘅世界，其實顛倒就到山度接受兩條人了。兩下嘅單槍係每人出租19客家。來啊，我安尼募200瓦斤啦吼，啊做起來幾萬，就是不要懶惰了，就沒有上來也不行，就上來吼敲個幾百斤也好，這樣子。啊，我這個是很，我這個情況起碼安尼無賣嘛無要緊，以後就是做什麼做梅子醬。本單李清良嘅每個咪係外銷日本，假使變大個後，佢開始想辦法轉型做加工，賣食品去重複，是希望推動嘅每個做得行出一條生路。胭脂美，品种不一样，就胭脂漂亮，红红的吗？好像有一点腮红的感觉。ราชำจัง嘅ชิมเลยหันเหตุเขาหลักเลย做於是咪喊唔得，我夾到我老山當就做呢個每個做粗布加工。沒有水馬上做，這個像比較成熟的哈，你做起來的品質是會，有些會爛。第一關鹽巴把它做醃起來哈，就不會再它的那個肉不會再一直成熟了。經過日啊，青色嘅每個變做黃色，色體染嗰曬一啲。做出來嘅每個梅水特別香。換呢條西，喺水分啊西走起來。啊，如果啊天氣一熱的話我們這三芒豆要變面，啊，不然的話那個梅都會曬壞掉。我們現在就要做翻桶的動作哈。那一般做蜜餞的話，比較費功夫的，就是需要做翻桶這樣子。機面之前的梅子的話，都會偏比較小顆，啊，脆度比較夠，所以我們就會做脆梅。然後之後，像目前我們在做的話，就是 Q 梅的部分。冇辦法出變嚟出租出擊，轉型本記得看到新嘅商機。不過完成過了，從大起改變同時係挑戰。我們本身是生產做農的啦，然後對這些行銷的部分比較不懂，一般都是網絡比較多。網絡不然的話，就是像那個農會啊，或者是縣政府客委會，他們有輔導的話，我們就去外面就是做展售推廣這樣子。做啲長期條安用慈善慈小嘅，總共係極少數，大部分嘅門路個不種是做啲表態。該了是認為開墾風體、開礦、通蟲設置兩條原因，會按三萬度嘅通礦、氣炸物、太監兩條素材，顯示嚟一道狀態。呢下雖然講緊天天嘅模態，不過很係容易延遲種嚟兩地神啊。還上一批講要還要留的啊，都講斯坦因醫生面前比較大病吼，啊，還留的啊那邊，都一年來天數啦，天數都緊啦。而且無想講一下都來變地基啦吼，都繼續講那做的安尼產業都繼續做，結果嘛也唔是人啦，吼，做嘛也是工錢啦，哦，失敗也就是冇問題啦，做得做啊都繼續用做落去就做嘅。跟一條哦，出大來，佢每一點一毛，愛看到一太陽。株洲山谷高上繼續飛騰，藍天梅花寒天梅開，春天梅樹強壯大枝，藍天來咧，春天就梅然咧。是係推動梅路等嚟10公年，每個3日嘅春天，實罕係望唔得到。